靈修2025年5月31日，親愛的兄弟啊，不要效法惡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是屬乎神，行惡的未曾見過神。低米丟行善，有眾人給他作見證，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，就是我們也給他作見證。你也知道我們的見證是真的。約翰3書11、12節。在新約聖經中，低米丟是一位不常被提及的信徒，但他短短的一節經文約翰3書12節，卻向我們展示了一位真正屬神之人的生命見證。低米丟沒有行奇蹟，也不是教會領袖，卻因行善而被眾人、真理與使徒所見證。他的榜樣提醒我們，信仰的真實不在於外在地位，而在於日常生活中是否活出真理。在今日追求成就與曝光的文化中，低米丟的生命顯得格外寶貴。他不求掌聲，只是默默地行善，持守真理，卻因此被記錄在神的話語中。這提醒我們，忠心於小事，在平凡中活出基督的樣式，正是神所看重的。當我們容易羨慕那些被人稱頌的信仰偉人時，不妨想起低米丟，一位無名卻忠心的門徒。他鼓勵我們重新檢視自己的生活，問問自己，我的行為是否與真理一致？我是否活出一個能被神與人共同見證的生命？低米丟的榜樣，正是一個對現代信徒深具提醒的靜默見證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下聖經，藉着低米丟的生命提醒我們，信仰不只是言語，而是實實在在的行動與見證。主啊，願我們學習他那忠心、謙卑、行善的生命，不求人的稱讚，只願討你的喜悅。求你賜我一顆單純愛主的心，在日常中活出真理，在細微中持守聖潔。當世界呼喚我們效法成功與掌聲時，求你讓我們定睛在耶穌基督，效法他的愛與信服。願我們的生命也能如低米丟一般，讓眾人、真理與聖靈一同作見證，顯出我們是屬你的人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